產生嘅民生諮詢體系咁就得啦。而家咧民政總署搞啲嘢咧，你有時宜得佢唔好搞嘅，一搞親就死亡之吻。2至5街就係一個好嘅例子。當時又信誓旦旦又係一定會搞得好，又參考鄰近地區嘅經驗，咁結果咧就一池死水。咁就係搞親都係有品質嘅保證嘅負面嗰方面。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呢一個有權無責嘅龐然巨物，首先要將佢整一整治先，大卸八塊，將佢分翻開唔同嘅職能，然後咧就要訂立一個重新建立喺基本法入邊已經允許嘅非政權性由地區選出嚟嘅諮詢機構，咁樣咧就好過而家由坊會做啊，由嗰啲乜鬼嘢社諮委去做嘅，根本同大家係脫晒節嘅。所以第一，解散民政總署；第二，重新建立翻市議會。多謝你。好，時間差唔多，咁而家有請第12組改革創新聯盟嚟回應呢個問題，1分鐘嘅時間，計時開始。2至5街呢個問題咧，我一直喺議會咧都係多次咁樣咧為呢度啲居民啊、商販啊、市販咧，我哋都係反映嘅。最後一次政府嘅答問大會，我都當面問咗特首。其實我認為最好嘅改善方法咧就係話，首先你要將嗰個車嗰個行車時間，因為佢而家有個禁止行車嘅時間咧要縮短。嗰附近係因為係冇車位，係令到嗰區嘅居民係好難入到去買嘢。政府要改善嗰區嘅環境，但係不能脫離要保持嗰區嘅營商環境，先至係最重要嘅。民政總署同其他各級部門嘅職能上重疊架床疊屋，呢個係毋庸置疑嘅。2至5街係我成長嘅地方，40年咧，我喺呢度咧住咗20幾年，保留澳門唯一嘅市集文化。2至5街必須要重新振興。我再入立法會係唔會放棄嘅，我一定跟進。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結束啦。咁而家有請雙方分別咧用1分半嘅時間做下最後嘅總結啦。咁而家有請第12組改革創新聯盟嚟做最後嘅總結，1分半嘅時間，計時開始。我認為喺立法會過去4年嘅工作嗰度，大家都睇到我係一個言行一致，態度係好鮮明，我嘅立場係好鮮明嘅一個議員，亦都係實幹嘅。我認為咧，未來嘅工作嘅態度咧，我哋一定係會堅持翻以往嘅工作態度，同埋就係話我哋喺政綱度所提出嘅種種問題，我哋係會繼續去堅持。我哋喺民生方面嘅問題，我哋係會繼續去跟進，包括就係話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呢一啲呢，我哋係房屋政策，我哋都係會去跟進。咁另外就係話，我哋會加大力度喺公共行政嘅改革啦。另外呢，就係話係要提升政府嗰個行政效率啦，喺呢一方面。青少年嘅問題同埋中小企嘅問題，我哋都係一直會關注。我哋希望能夠做到一個角色，就係喺各方面各個階層都能夠攞到一個平衡點，先至係澳門更好咁樣去發展。各位觀眾，今日係9月幾多號啊？冇錯，就係12號。投第12組絕對更加係冇錯。12年前，周錦輝、方永強嘅繁榮澳門同盟喺議會攞到2個議席。我哋希望今次陳美儀、胡錦漢再度締造傳奇。9月15號，希望大家用你嘅一票去支持呢種傳奇嘅發生。多謝。多謝。好，時間差唔多，咁而家有請第2組自由新澳門嚟做最後嘅總結，1分半嘅時間，計時開始。大家好，澳門嘅議會喺體制上係缺乏對公權嘅監督，而且喺議會入邊真正民選嘅代表只係佔少數，所以點解我哋需要更加有力嘅力量去到議會入邊發聲監督政府？周庭希正係一個咁樣嘅人。過去幾年嚟喺佢嘅主導之下，新澳門學社做咗一系列嘅工作，呢啲大家係有目共睹嘅。我哋更加開展咗非常之多嘅工作範疇，新媒體啦、民間嘅人權報告啦，等等等等。我哋一路堅持啱嘅事要做，錯嘅事我哋堅決踢爆。所以點解呢幾年以嚟，我哋一直喺度不懈咁樣努力。選擇立法會並唔係我哋呢個奮鬥嘅終結，亦都唔係個目的，只係將我哋一路以嚟呢幾年嘅工作提升去一個新嘅台階。所以你嘅一票絕對係非常之重要嘅。新澳門學社今年出選3組，我哋係其中一組，2號自由新澳門，希望大家嘅支持。係
咁希望大家支持咧自由新澳門。自由新澳門係新澳門學社今年繽紛三路參選立法會嘅其中一個組別。我哋今日亦都係正式咁希望大家就係支持新澳門學社嘅3組增多席，一票不能少。請大家支持2號自由新澳門，將我哋嘅工作達到一個新嘅台階。多謝。好啦，8秒鐘有冇補充呢？希望啦，咁大家咧就係9月15號踴躍投票，拒絕民調。多謝。好啦，多謝兩座先。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多謝今日嘅第12組改革創新聯盟同埋第2組嘅自由新澳門咧，今日嚟到我哋嘅直播現場啦。咁聽日會有第15組嘅工人運動陣線以及第4組嘅澳門公民權益促進會上嚟決勝915啊。咁一陣呢8點到9點呢會有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葉舜生同埋委員朱偉俊上同大家傾下點樣正確嘅投票同埋點樣廉潔嘅選舉啦。一陣見。